农业部林保署甲花莲县政府合作，补助农民一赌钱，合作生态净水，鼓励农民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地，莫用除草剂。这3天来，已经有200外农民参加，效果看起来也袂歹。务农友善环境队得到奖励，这项叫做生态净水计划，就是林保署伫花莲推动的濒危物种甲重要栖地生态服务基础。3年来，已经有288个农友参加，守护产区，甚至已经消失保育类动物拢回来啊。农民他有记录到像食蛇龟、柴棺龟、环境质、食蟹獴等。那其实农民他不只透过这样子的营造生产农作物之外，那他也可以让这些自然生态跟野生动物共存，也创造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的可能。生态净水计划分为栖地维护、栖地营造甲栖地成效，主要要求产区爱规年脱水免用除草剂、农田、鸟房、农产品爱符合农业安全检出1分地以上面积的水产甲水平产农营申请。水梯田的话，1年1公顷会有3万元的奖励。那如果说是水田的话，会有2万元的奖励。经过这3年的辅导，农民开始认知到一般的农业生产经济的行为以外，还可以有更多关于生态跟友善地球、友善这个土地的一些做法。因为效果真好，实施面积已经有261公顷，今年扩大到光复乡、水尾乡甲桥里镇来实施，互更多农友来加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